台中大家的东阳国小，甲连接到厨房甲教室的通道，打造做彩虹廊道。这个落雨天会当遮风挡雨，啊若好天，日头的照射之下，阁会形成缤纷的色彩，真水哦！ 这个看起来真水的所在，毋是啥物观光景点，是大甲区东阳国小重新启用的彩虹廊道，特殊设计和师生拢真有乐。我每次走这里的时候，都会观察一下，看看有什么颜色，然后阳光洒下来也会倒映在地板，所以上下左右看非常的华丽。校方表示讲，这条本来是灶骹通教室的通路。 若落雨时，学生拢会压甲淡糊糊。为了解决师生的困扰，民意代表接到陈情了后，顺利向市政府争取了400几万来改造。所以现在推餐车不是一件辛苦的事，反而是一件感觉很幸福的事。校方嘛表示讲，这唔但互师生的空间得到改善，嘛会当提升校园的美感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